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华视在地新闻，我是齐英莹，带先来关心一件意外，发生在新北市。新北市三条发生一件汽车升降电梯故障的意外，和车主惊一险破胆。有一个姓杨的查甫人，站下赛车，转去将车驶入徛在地下室停车场的时，车驶入去一半尔，升降电梯就故障，据说讲车头瞬间就咧载落去，车身卡掉咧，袂叮袂当。警消人员接到消息赶到现场，加载。驾驶有下安全带，敢若惊到尔，人不要紧。警消一到现场，就看到民众拢自接伫停车场，因为有一台车都掉伫咧入口，袂顶袂当。白水轿车有半个车身懵掉伫咧车库入口，甚至有一个人掉伫内底。驾驶才无简单放救出来，惊一个是身魂无条体，喊卡电话联络。警消紧用速带固定轿车，卡被火车落入去。事发地点在新北市三峡区大人路上，当时黄姓男子准备开车回家，停进地下停车场，但是才开进去一半，电梯突然向下坠。昨暝6点多，查甫人拍开铁门，将车驶入去，后一秒电梯敢若是故障，规台车都向头前出。查甫人掉伫内底是拿起喇叭，拿卡电话找救兵。加在伊hand得路掠条条，摇下安全带，无受伤，顺利放救出来。每个月都会有，每个月都会有啊。地下室就是那个机械设备全部重用，包含线路什么都可以。这栋大楼的厝龄是30多栋，要停落去地下室，车个要先坐电梯，对1楼坐落去地下室。是讲电梯太凶故障，现场感觉像是油压系统的地方有出了问题，因为那个油压缸的部分它已经降到最低了。油压部分的故障或是油压泄油口的部分，如果比较严重的话，那它下降的速度可能会更快，有可能会整台车进去的时候就下去了。桥底停车场的电梯故障，虽然无人受伤，也毋过发生意外，机械早就好换掉。若无哪个发生这个代志，恐惊后果真歹势想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